得看哦，好不好？好，来，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传道曾经讲过这个10诫的这个道讲道的时候，所以我请我的青年们在读第3次的时候，他们说传道可不可以不要？因为我觉得很可怕，因为很多的什么，直到3世代，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实在有够严了。你有闻到那个味道吗？我们再读一次传道，来让大家得个指引。请问第几人称可以看一下吗？我们等一下会注意这些事情。请问第1诫，这就是10诫的前3诫。第1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第几人称？除我是谁在讲？耶和华上帝。所以第1人称。好，那第2诫是什么？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对不对？好，这也是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是3吧？3是什么？这个时候用第1人称吗？现在用什么？不可妄称耶和华，别再朗上了哈，这样叫做朗上，对不对？朗上来一条我，随便啦。哦，这个是什么道理呀？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传道你讲这个干什么啊？你觉得这是要跟你很有关系，而且这是救命的关键。好，所以我们再读一次好吗？好，看第1诫、第2诫、第3诫。好，来，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3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感谢神有恩典啊！第9节的时候，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3世代。可是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请。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这恩典多么的大啊！好，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些恩典。好，好。话说呢，有一个寒冷的冬天，在星期5的晚上午夜时分，传道人在台南。这个时候已经火车什么车都没了，只剩下 Taxi 就是你吃了，你只要搭了会怎样？会是一件为什么因为太贵了啊，传到付不起啊，下车都会被拖去。只有 Taxi 跟什么客运，而且那个客运是尊荣的。去的时候，你要到哪里？台北到桃园没有，只有台南到台北而已。到桃园可以让你在哪里想？让你很难看。哪里？难看。我要去桃园，讨厌一样啊！
我们只有到台北，没有到讨厌。那怎么办？决定，因为已经没有车了。他说我可以让你在桃园那个难看，那里很难看，在那里路边下车。好，然后他就再转回到台北，所以我要做一个决定。凌晨12点，请问到南看的时候是几点？凌晨可能3点多而已。4点，凌晨4点，请问我在交流道要怎么办？够难看吧？好吧，怎么办？只好我搭车直接到台北。当我到台北转运站那个台北转运站下车的时候，4点被叫下车了。小姐，落车哦，我还没睡饱哎。落车最后一站，我一下车以后，我根本搞不清楚，没有第一次去过台北转运站。一下车以后，我仿佛小白兔，请容许这样形容我自己。虽然我的明明很不像小白兔，但是那个惊慌害怕，真的，因为一晃眼睛看过去，全部是什么？很多人在那边躺，很多人在那边。非常多的人，原来台北车站转运站有这么多人跟我一样都是街友。这个时候，传道第一件事情，赶快拿什么？手机。你们知道传道的手机是什么手机？那个时候还没有智慧。郑牧师常常说，传道你们靠智慧花几笔。我那一天还特别借一支我女儿的，好，但是我从没用过智慧型手机。哎，奇怪，怎么按不起？原来智慧型手机是用滑的，所以我就问了那个转运站的那个晚上的那个有那个警卫，说：“哎，这个怎么用？我想要查什么？会被打的游民手册须知。”因为我真是不知道，在4点钟的台北，我怎么样度过，我才能够安全。虽然传道的年龄长得很安全，但是长相是。很不安全嘛，是吧？没有回应，好，好，所以我们的人生中，确实，在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指南？你的人生有指南手册吗？你的指南手册在哪里？这是传道一直想要寻寻觅觅的。虽然我在信主已经很多年，甚至我自己都当传道。我在很多的时刻，为难的时刻，我要做决定的时候，我都希望主啊，你给我一个可以做决定的一个指南，好吗？今天晚上，等一下礼拜后，这里有一些人，你有看我？对，有一些人就要跟传道做一个重要的决定。这时候我多么希望人生有一个指南。我们的人生有的时候，我们会聪明，我们很聪明，因为我看了那些游民，我也看了一下这些游民的资料，有些游民人生真的很有聪明，他们都曾经是大富大贵的人，够聪明，他们曾经一夜致富，可是他们没有智慧，他们在他们人生中把他们所拥有的全部挥霍掉，甚至他们选择就在黑暗中，就选择他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纸板，那个纸盒的纸板。他们说他的人生就这样够了，我这样就满足了。他根本不知道人生还有更丰盛的主。但是传道那时候真的没有勇气跟他传福音。虽然那时候我已经是传道了，已经随传随到，但是不是那个道。我应该随时准备好传讲主的道才对啊，主啊，求你饶恕我，我不敢啊，因为我从那个街道一走过去而已，在黑暗中很多的眼睛看着我，然后我鼻子我就闻到什么你不敢想的味道。我说主啊，为什么有这个地方？求你怜悯。所以在我们人生中，传道真的觉得多么盼望，多么盼望。可能你跟传道一样，坐最后一班车不够有智慧，被事情所拖住了。我不够有
智慧，选择赶快离开，抽身离开，坐那最后一班火车。我必须要流落街头，然后我再等5点半的第一班火车，再从台北坐到桃园。你可能跟我一样没有智慧，但是在那个当下，你有没有学到主给你的那个启示？这一篇讲到，就是那时候神给我的启示。他说：“孩子啊，你50岁才要做传道，人拢半百啊，人拢要退休啊，你50岁才要传道。”为的是什么？为了就是你眼前看到的这些人啊，这些人以为他的幸福就是那个纸片啊，就是躺在那里。我知道我的人生有了方向，你的人生呢？我的人生不再漂浮，我的人生不再往东往西往南往北，我的人生就是定准，我的目标就是绝对不后悔，我就是跟随主到底。我绝对不保留，我全力以赴，所以你们会看到一个50岁的传道很冲朗，请原谅我，因为我已经没有时间了。我不是预言我将死，而是预言我朝向死亡。我想，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是这人生中的街友，你们是吗？你们是街友吗？不是哦，来到这里都不是，因为迦南教会是大家的家。大声一点好吗？迦南教会是大家的家。有任何的困难，传到这个礼拜才接到一个电话，一个17岁的孩子要去租房子，人家不租给他，因为他未成年，他的父母名义上有父母，实质上没有父母，因为父母不要他，对他失望到底。在这样的人生当中，有一个家，就是属神。就是迦南教会这一个家，好不好？在暑假的当中，有很多的人很需要福音，他们都是在街上的街友。虽然他们穿着名牌，虽然他们名义上有富有，虽然他们有大公司的 Mark， 他是什么总经理，但是他还是在街头游荡。他不知道他人生的目标，他不知道他死了要去哪里，他不知道他为什么常常觉得空虚，他需要常常去花天酒地，他需要常常换男女朋友，他需要常常去赚很多钱，他还是觉得很踏实，因为他不知道他的希望是什么，他是街友，没有人在乎的街友。所以我们暑假一起来好吗？我想我们一起来邀请我们身边的人，都不要成为这人生中的街友，都在人生中都可以成为一个跟神有这个智慧有约的。我们不要让在这都会丛林中的这些小白兔他们受伤好吗？在他们可能伤了，请他们回到这个迦南教会属神的家。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就来看，我们从自己来做起。主啊，在这个世界上，我怎么样来生存？神给我们一个方向。神这个给我们的方向在哪里呢？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在十诫。这十诫是怎么来的呢？十诫就是有画一个人，呼召一个人，那个人叫亚伯兰，后来改名叫什么？亚伯拉罕，对不对？从呼召一个人，然后他离开了他的这个本地本家，神要他离开他的舒适区，因为要赐福给他五福临门啊，所以他就出来了，到他的家族，到他一整个民族就落脚在埃及。就埃及呢是一个怎样为奴之地，因为他们被捆绑了，他们怎样是人家的奴隶。虽然有好的工作，虽然有吃的，那么好的工作的意思是怎样？有工作叫他去做，但是那个结果是他自己的吗？不是，他是奴隶。那么耶和华上帝听见他们的呼求，于是他就说：上主说，我已经看见我子民在埃及受虐时，我已经听见他们的呼求，我知道他们的痛苦，所以要将他们从埃及人的手中把他们拯救出来，领他们到肥沃宽广
流奶与蜜的地方。上主有没有在你的生命中告诉你，我已经看见你，孩子，你在埃及地为奴之地，在黑暗中、绝望中、在捆绑中的痛苦，他已经听见，他要带领我们从那个被捆绑的，不管是过去的伤害，或者是没有经过你允许的伤害，那个恐慌、害怕当中、疾病当中，神要领你到肥沃宽广之地。在这样的带领他们到这样迦南地的时候，他们要脱离原来那个居住在埃及那么久的时间的那个法律，所以神就赐给他们一个生存之道，生存需要的指引，让他们能够怎样可以在那里生活的是属神的，是让他们享受那个真正的自由。所以我们看起来，上帝颁布这个十诫，我们已经讲过，在今年开始讲十诫，第一诫、第二诫，我们等一下还会稍微复习一下，你不用害怕。如果你是今天才加入的欢迎你，我们持续会一起来随着主所颁布给我们这个十诫它就像是他神所颁布的十诫的心情，就像母鸡带着小鸡背在它的翅膀上翱翔，让我们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不再被捆绑。这是神的心意，你领受到了吗？还是你只要看到什么戒，你就不是很高兴，因为被限制？不是哦，这是一个给你真正的自由，因为不要让你陷入那个危险当中。其中有一个游民传道是后来去访问他的，他就说他原来是大公司的老板，但是因为他在一次被他的支票被人家跳票以后，他开始觉得说他所努力的好像辛辛苦苦努力的，怎么就被人家跳票倒了，就让他人生就改变。他很气，我努力的就一夕之间就什么都没有，那我努力个什么？我不能讲了哈。我能够知道他的那种气氛，所以他以前他的人生中曾经教他的说不要去报复，不要去怎样自暴自弃，现在都忘记了。他只想做一件什么事，找对方算账。什么拿出来，然后就找对方算账，要不要这样？真的不要。奉劝有一天你如果想要这样来找传道，那一只给我，我把你供奉起来，因为这样做你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人生中有很多的指南什么事情不应该做，第一眼你看到想到，你还能说怎样传道我不小心看到，不小心去想到，想要报复没关系，第一眼是恩典。第一眼不小心看到女生的裙子没关系，但第二眼你就要负责任。第二眼就是你的眼睛还要不要？但是你也不要说传道，我每次走路都这样，没拿好。但是就是说，第一眼看到你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我第一个想到，求你帮助我，主不合你心意的，我不要做，我不要再想。如果你继续想下去，你就陷入那个试探当中。如果你第一个想到，让我惊慌害怕，主啊，主啊，我想到说，如果我的老公不在了，如果我的老公外遇了，如果我老公他们公司那个小姐常常在看什么，怎么办？我就开始怀疑他，我就开始不安全感，然后就开始查他的手机。传道要说不要这样做的。当你想到第一个是不合神心意的，当你第一个想到的不是神要你做的，我们就不要再想，我们要为第二个来负责任。我们要说主，我愿意按照你所说的，你所教导我的，我要来活在主你里面。好，那神怎么样来教导这些以色列人民
他就讲十诫，那十诫是很久以前的事哎，传道，你叫我读那些跟我什么关系？有关系，什么关系？救命关键。刚才传道已经讲，传道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人生中他做的是当初在民国就是70年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那个算是纺织很有名的公司，他赚了很多钱。那他的太太在教会中，但是后来他的太太癌症过世，那他心里很难过，他想要去走一走。过世以后，他就把他的印鉴公司的大小章就交给他这个过世的太太的弟弟，因为他过世的太太弟弟3个都在他的公司当总经理，当各地的经理2个。那因为他要出国去，想要去散散心，就把他的大小章，公司都有大小章，开支票就交给他的这个，应该算什么舅子嘛，哈，好，然后他就出国，出国多久？1个礼拜、2个礼拜、3个礼拜、4个礼拜、5个礼拜、几个礼拜、6个礼拜，他就回来了。回来以后，他舅子，你知道他小舅子，因为他们感情很好，因为他们公司嘛，他的舅子原来是军人，一个原来是警察。一个好像原来是老师，还是都是公务人员。后来他们就是来成为他的员工，所以他们就住在那种独栋独院，然后都没有围墙，可见他们就是关系很好，所以他们就是都打通的。然后回来以后，他的小舅子3个就，奇怪，为什么头低低的？3个，然后来到他的家。连他的岳母，因为他岳母还就是虽然年纪大，但是他的太太先过世，就来到他家拿了一大袋的钱，说谢谢你，把公司给我们的我们都已经过好户这是你的股金谢谢你。我们会把公司经营很好。发生什么事？在他6个礼拜不在的时候，他把所有的公司负责人全部换了名字，所以这个公司变成谁的？他3个小舅子。你知道他惊讶到嘴巴比这里有一个人开的还开，而且3天没有吃饭。心里想，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神，你为什么不爱我？这3个舅子都不是基督徒，只有他是基督徒。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告也不是，不告也不是。其实他可不可以告？他可以告，在法律上可以告。但是他想到什么？10诫。说传道，这跟10诫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的。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什么神。在我们小组那时候，在我家祷告会的小组，哭到一个董事长开着那个 Benz 的车的董事长在我家哭，每次聚会他就哭，每次聚会都哭，因为他如果要追溯，时间已经快过了。每一次他来就决定要不要告，每一次来都决定要不要告。我们也没有说什么，但是他从神里说：“孩子，你看我，你信不信我？你信不信我？你信得过我吗？你信靠我吗？不是我妈妈了，是说你有没有信靠我？你有没有信靠主耶稣？有没有信靠？你知道那个长老掉着眼泪说：主，我信靠你，所以我就不告他了。”你知道那个业界引起多大的愤怒吗？那个业界都不跟他小舅子再往来了，因为我只跟你们老的董事长往来，不在。他为什么跟第一届有什么关系啊？因为他再一次在跟神敬拜的时候，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当做你的神。你是把你的财产当你的神吗？你是把什么当做你的神？你信得过我吗？你有没有信靠神？第一诫在现代的意义就是信靠。你有没有信靠神是公义的神啊？
神爱也是公义的。今天欺负你那个人，明天他怎样？不得怎样？不是你们想那个哈，不得平安。哎，不是，不得平安。这3个小舅子就住在他隔壁，跟隔壁的隔壁连着，没有一天平安。哎，反而我们这个长老很平安，每天睡得很好。所以时间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有关系。神说：“孩子，你信得过我吗？你有没有信靠神？如果你信靠神，神是公义的，神要为你伸张。如果你信得靠神，信得过神，你要以神为第一优先的话，神要让你成为领先的。神上次传道有讲，怎么领先？神在神眼中的领先。你不要想现在说传道你讲完你刚刚没啥对呢，我现在明明是倒数的领先呢。哎，不同眼光啊，孩子，真的把时间拉长。传道的见证就是传道从小都是倒数几名的，你们都听过传道的见证吗？是不是？国中、国小、国中都是倒数几名的，直到有一天我说：“主啊，倒数几名的可以当主日学老师吗？”马上打雷，打雷说是什么？是可以还是不可以？原来可以，后来才知道。我读了高职，而且还是夜校。这里有没有人读夜校的？没有，对不对？最弱的在这里了，吊桥背在这里。我读夜校，而且我是读补校，然后我再读2专夜校，然后再插班辅仁大学，然后我再读硕士。吊桥背倒数的第1名的会怎样？翻转，了解吗？懂吗？哦，主只要你尊主为怎样第一优先，你就要怎样领先。这是第1戒，这所以是我们救命的关键。第2戒是什么？也是第一人称哦，不可为怎样自己要刻这2嘛，好，不可以随便吊车有拿来拜嘛，所以这很好记吧？哦，跪拜，你把神想为怎样，你怎么样敬拜神？哎，神。你怎么敬拜神，就代表你所认识的那个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你要用神要你的方式来敬拜。今天就要讲什么？第3戒，不可赖称耶和华的名啊！而且在这个时候讲的耶和华名是用第2人称，就是神要跟你怎样，要来跟你立约，立什么约呢？我们等一下来看，这第3戒跟我们现代的关系是有什么关系？是可以帮助我们生存，而且可以让我们变成抢先，不是抢先，是领先的。你会不知不觉当中，你就会觉得说：“哎，我怎么这么大的福气呀？怎么这个好事都在我这里？或者这样说，怎么那么多坏事都跟我没关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哦，好，10戒，所以简单讲，第1戒就是我的心中只有你呀，没有谁，没有他。那个他是谁啊？可能是啥？小三嘛，哈。什么叫小三？小三就是怎样？老鼠不是老鼠了哈，小三就是人际之间，你的配偶之外的那一个人都叫做什么？小三。所以你配偶之间，另外那个东西，什么电动，所以电动也是小三。这样了解意思吗？哦，好，除了你的人际之间，第一优先是你的配偶的，另外那个叫做什么？可能是旅行，你的嗜好，那个都叫什么？小三。如果你跟神当中有除了神以外，还有其他另外一个他，那个他可能是什么？什么？读书？读书不好吗？好，当然好，一定要读书。但是你说我所有时间都拿来读书，我不要去教会，我都不要理神，这就不好。啊，我怎样？我除了神以外，我的心里只有你，没有他。那个他是什么？我要怎样成功？我要容神一人，我一定要成功，我一定要成功啦！那对不起，你就是在神的当中有小三。我出国比赛一定要得第1。抱歉，你那个第1就是你跟神当中的小三。好，我的心中只有你。第2戒，简单讲就是什么？
以你要的方式来爱你。神要用什么方式？他希望你顺服他，多过什么？你奉献。我今天听到一个人，他说他为主耶稣募很多款，怎么募款？啊，他去跳钢管舞来。我想说，是我的脑筋怪怪，还是地震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很仔细，这个名副其实的神，他跟他的名字一样，主跟他的名字一样是神圣的。好，这就是前3诫，简单讲就是这样。我的心中只有你，没有他，以你要的方式来爱你。所以你用什么方式爱神？你要好好祷告，好，你不要讲神的名哦。这就犯了第3诫，说那个妈妈，我要去教会服侍神，服侍神。那个传道说，这个以神为最大的，我的功课都会好，我的功课都不用读就好。你就是犯了第几？撒朗，滥称耶和华。哦，神要你顺服。如果神要你这个时候你好好读书，你就要好好读书；你这个时候要好好工作，你就要好好的来工作。如果你这个时候你应该先以读圣经为先读圣经，你就不要先讲别的。你不要说，我就是不想读书，我就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出埃及记，读到早上，然后去考试。主啊，我为你献上我最精华的世界，然后我的高级微积分，我不是以色谁哦。好，所以呢，亲爱的，你们清楚一点好，所以神的名是很重要的。今天要讲第3诫，神的名很重要，神的名跟我们的名很像，我们人的名代表一个人独立的个体，是吧？我说4妾嘛，你们知道我在叫谁吧？4妾，知道你就马上浮现出那个4妾的样子，对不对？虽然你们没有被传道骗，对不对？传道看着别人，然后叫4妾，你们马上浮现出他甜美的笑容。好，所以神给我们的名字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如果说希特勒，你们马上怎样丢我石头好不好？是吧？所以这个名字，真的是我们怎么称呼就代表这个关系，对不对？传道有发现哦，很多人哦不是叫传道，都不是叫我传道，平常会叫我传道啦，但是呢，在 FB 或 email 会叫我什么？音燕姐，我喜欢。谁敢叫我音燕阿姨看看？好，这个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这个称呼呢，代表那个关系。所以我想回去你怎么称呼你的妈妈，怎么称呼神？在我们的圣经当中有很多的这样例子。你们记得井边的妇人吗？嫁了几个丈夫的？5个。一来的时阵在井边的时候，耶稣怎么跟他说？说，请你给我水喝。井边妇人，那个妇人，他怎么回答？你是犹太人，还跟我要水喝？这个时候他叫他什么？你。接下来呢？他说，你如果知道是谁跟你要水喝，你大概，你就怎样了？他有意识到哦，蛮聪明的。这个时候赶快叫什么？先生，你说要给我活水喝啊？水深这么紧，你又没有取水的，你怎么给我水喝？再接下来，这个妇人称他什么？先知。回去看一下约翰福音，好吗？再接下来，他称他什么？弥赛亚基督，步步高升哦。我不知道在你的生活中，你被老师怎么叫？刚开始开学的时候都叫刘英叶，我讲过我的那个嘛转学的事嘛刘英叶就是刘英叶，过来呢越来越生气了你给我过来，称呼很那个有时候甚至你都不会。那个每次惹我生气的，来，你知道这个关系，所以你跟神的关系，你怎么称呼他？我想在圣经中，我们在好好在读圣经的时候，神都要说你怎么来称呼他，让我们知道名字的意义。
好，对我们来讲，华人来讲，很多时候名字它只是一个标签，甚至于我们所拥有的东西，你会看到3个金，就是希望这个人有很多什么多金嘛，哈，他念什么心嘛，还有3个马的，对不对？还有3个牛的，对不对？3个牛的叫什么？哦，这么猛啊，这么大声，3只牛嘛，哈，本。所以我们这个名字是很特别，但希伯来人不一样。希伯来人他们的名字代表的是什么？内在的个性。所以耶稣的名字代表什么意思？今天我们有读以赛亚，以赛亚这先知的名字叫什么？是什么意思？谁？好，加分。那个加分哦，好。他很需要，他今天在学测，今天晚上还来。他在基测，今天晚上，明天还要考试。不是阿美达，好，阿美达加分好，期末考没问题的啊。好，在我们希伯来人呢，就是他的名字本身就是听，好，这个呢，上帝有独特的名字，他独特的名字呢，这不是随便可以叫的，就是因为在旧约时代，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背景，在旧约的时代，耶和华，他们上帝的名不可以乱叫，他们怎么叫？他们只有写 YHWH， 请问这怎么发音啊？你念得出来，我佩服你。所以不敢念，那只能看这个字，不敢念，因为念的是，他们认为是不经尊敬，他们也认为第3诫怕到这个程度，不可滥称耶和华的名，所以他们都不敢念，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可能就曲解了这个意思。我们在信仰上，我们要更多的不是曲解神的意思，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怎样，字面是这个字句是叫我们死的，我们要知道它真正的精神意义。就像刚刚讲的，复习一次，第1诫就是怎么样？你有没有信靠神？在你生活中有没有以神为主？第2诫怎样？你有没有用神的那个怎样要你的方式来敬拜他？第3个是什么？你有没有？等一下就是第3个现代意义是什么？好，所以呢，这个没有母音，你没有办法读的。然后呢，在中世纪的时候，犹太学者就开始把这个子音把它 Q 到底，就读了。这个怎么读？我们唱过这个歌阿都来。这个什么意思？英文都翻译成什么？主。所以我想，这是神的恩典，是来自从神耶稣给我们的大好福音，让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再像旧约这样子。旧约有它时代的背景，那时候还有更极端的，不能写什么，他那个连那个子音都不能写，因为你写出来你就会念的，那写出来会什么 ？GOB 就什么 ？God， 对不对？好。我们有没有常常诞生耶和华？有人这样吗 ？Oh my， 不是我讲。不要乱称吗？为什么你知道吗？传道有一个那个神学院从外国来的，那他不太会讲我们的话，但是我能爱台语好。然后他也有提供，要去那个现在有那一种木瓜牛乳，你们知道吗？就宪法这样子。然后有个那个我要一杯迄个无龟牛米，他听了就很不爽，不对，不能讲的，他听了就很不高兴，很不文雅，然后他就说什么米呀，他就很生气，开始尬，结果那个神学院的同学外国来，看到哪，明知看到迄个，起来 ，Oh my God！ 迄个已经很不高兴了，你尬了呀？你看我蛮尬，差一点拿木瓜丢他。结果这是什么？滥称耶和华的名乱的后果。
挑啊，所以不要烂成耶和华，好吗？当然这是他们外国人在这里的痛苦的地方哈。有机会介绍他来我们的当中，他们很辛苦，他们真的学了很多台语跟华语，然后他们也在这边很辛苦的读书哈。那我们耶和华的名其实那个名字就等同是上帝，所以我们不能随便称呼他的名字。好，那我们要讲的就是说，好，第一诫不可我们一再的复习，就是说，主啊，这些都是怎样以第一人称，但是只有第3诫是什么？你是第2人称，为什么？我们刚刚已经强调过了，为什么？因为主要跟你来立约，跟你来立约了。第3人称来自称说上帝要特别强调他跟人立约所用的这个名字，它不只是个名字，它更是什么？上帝本性的彰显。本性是什么？上帝是爱。上帝是什么？今天传道一直讲是什么？公义。上帝是什么？是信实。刚才那首歌传道真的是很阿妹。如果不是神的信实，传道大概没有办法当传道。我只是抓住神的应许，不管10年、20年，就神不管多久，他都记得你跟他立的约。你纵使忘记，他还会赐给你。然后那一天你就会说：“怎么这样？”因为你曾经跟他立约，你会忘记他，不会忘记他是信实的主。所以每次我们来称呼神的名的时候，我们都要更知道那个名字就是他的属性。所以加尔文他说，这加尔文他的故事也很有趣，但是我们呢要知道他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他也找了那个时代要告诉我们的这个意义，不可滥称上帝的名来启示，就是说，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你不要怎样说怎样。你要相信我怎么样啊？下面那个传统不要讲了哈，就是你不要用神的名去说，你要相信我，我是基督徒，所以保证我在我身上。我想不要这样讲哈，传道要说，我这件事情上我也不够谨慎。传道每次在带团体就说，礼拜一才讲的那个，我们有成人的小组长训练，然后传道就说，我带的小组长的这种团体的活动哈。如果谁睡得着觉我就随便你啦。结果快到9点半的时候，真的有人睡觉，我就传道要随便你啦。所以我们不要随便讲这个话。所以传道也要在神的面前再一次说，我不要轻易的讲，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说那个夸张。特别是用神的名来启示的。在积极方面，我们要尊他庄严的名为圣。在言行举止之间，言行举止应当尊主上帝的名。所以这里很清楚了，不要滥称耶和华的名，是用什么？不是用你这个嘴苗，还要什么？你的言行及举止，用你的生命，用你的行为来见证神的名，来尊主的名为圣。就刚才传道讲，你的行为不要是压榨。我有一个个案，他是青少年，那他会在我的手上的原因，不是在我手上，他来见我的原因是因为他被学校禁止2个礼拜，剥夺他不能到学校。你知道学校有这一条吗？你就是禁止你不能到学校，那他父母就请我帮忙这样。他就是很可惜他因为网络赌博，所以他付了很多债，然后他就用要解决，所以他就再去欺压别人，叫别人去怎样去玩去揪自己被赌博害，结果他自己怎样去找别人用一卡，我是在教你们吗？意思就是说，他又去害别人就对了。他自己被网络赌博捆绑，可是他却用网络赌博再来填补这个洞，不够有智慧吧？所以在一次的案件中，他其实是被抓的。只是他未成年，所以我想，我们要敬畏言行举止中要敬畏上帝。你知道这个个案其实他是从小在教会长大，
皱眉头，对不对？所以，如果你的言行举止没有敬畏神，没有选择神是公义的，相信不是我不敢再乱讲，相信神的话，你要为你今天的经文也有读，你要为你所做的选择，你要负起那个责任。虽然神还是爱你，但是你还是要负起这个责任。所以我们在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这不只是对上。我们称主的名，我们妄称不只是对上帝不尊重，更是一个形式上在控制上帝的妄想。怎么说呢？我们常常想最基本、你们应该常听的，姐妹，我昨天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圣灵感动我，叫我要娶你。传道是真实的案例，他的先生跟他讲，神告诉他，要他跟他太太离婚。他是牧师的儿子，求神怜悯。我想，我们要注意这一条，所以传道更愿意我们在年轻的时候不要得罪神，敬畏上帝，你才能自由。敬畏上帝，你的人生才会是智慧的。相信神的话，时间拉长久了以后，他的话是又真又活。好，所以我们不是来控制神，我们不是靠禁食祷告或靠什么来要挟神，不是，我们只是用禁食祷告来经验，来表达我们的渴望，还有开放我们，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心。假如这个女生不是要神要给你的，他会让你的，只要你愿意，你的意念会改变。祷告就是这样，更多的是什么？不是改变别人，改变说，那个不好困哈，我在刚得那一困，不是，而是主啊，为什么我讲到他会睡觉？哦，原来他在这里睡得才安稳，他在家都睡不安稳，真的有这样的。昨天你如果有来离主祷告的人就知道这是真的啊。好，所以我们祷告是更多寻求主啊，改变我的看法，改变我的做法，改变我没有办法改变的，我已经对自己非常失望，我总是决定，结果都做不到。神知道，时间拉长，相信神真的有改变的力量。所以这个马丁路德哈，他的故事也非常有趣哈。他就在讲这第三戒就是要尊敬，他更积极哦，他不是只有不可妄称，不可是消极的嘛，他说，我们积极面来看，我们要尊敬，呼求荣耀，传讲并赞上帝的名，用什么来赞美呀？不是用你的嘴巴而已，保罗说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的代表，对吧？所以我们有人说我们叫做什么小基督啊，所以我们言行举止要人家说，哇，怎样？基督徒原来是这样啊！传道有讲过嘛，做见证就是3个 W 嘛。虽然我英文不太好，第一个字叫什么 ？walk W-A-L-K 是吧？你要在这世界上要行走，是吧？要怎样？要活出基督啊！第二个叫什么 ？W-O-R-K work 啊，听起来都一样 work 啊。好，所以我们就怎样？有人有需要，我们就要工作啊，就要给啊；有人有需要，我们就要去报啊；有人有需要，我们就要怎样？要跑给他追啊。传道好，你们在讲什么？坏人来是要跑给他追啊。还有怎样？需要怎样？需要见神的，我们要怎样？跑给他追，然后怎样？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就跑不了了。还有第3个 W 是什么 ？W-O-R-D 怎么念 ？Word。所以3个 W 我们就可以来见证神，我们就不会来称耶和华，因为我们听到的说一套，做的也同样那一套的，就是见证神。3个 W 第一个是什么 ？Work 就生活 W-A-L-K 了第二个是什么 ？Work W-O-R-K。第3个是什么 ？W-O-R-D 好吗？让我们的生活行出来，还要来怎样
实际做出来还要来怎样见证神，就是说一套要怎样做同样那一套。如果我们说一套是做另外那一套，很抱歉，你就得罪神。譬如什么？譬如我明明要来教会要服侍神的，来大家变成哪打骂，在这边玩，那个没有对准神，有没有过这样子？好像有哦。我明明是要来服侍神的，结果来到这边怎样？马上桌游，我没有看到那种，马上桌游。所以我想，我们要说一套，要做同样那一套，我们才符合神的第3节。好，我们绝对不要利用上帝的名做自己要做的事情，好不好？好，我们真真实实的，我们不要得罪神，因为神真的是可敬可畏的。如果我们得罪神，真的错误使用神的名，我们侮辱了上帝，扭曲上帝的形象，我们也滥用了上帝的权威，也破坏跟神的关系。传道要讲一个很沉重的例子啊，主啊，我应该怎么讲？传道有一个个案，他因为参加特会，那特会的时候有先知性的祷告，就请他起来因为确实是他得了癌症，就是他的妈妈，她是高中生，然后这个先知性的祷告说神要医治你，哇，他心很高兴，全教会都为了这要经历的一切的感谢神，所以很多人欢心，因为很多人听到高兴。好，2年过后，他妈妈过世了，全教会的人全部都怎样禁食祷告，说神啊，你在2年前，你在特会的时候，医治特会的时候，我的妈妈明明被叫起来，而且那个经验是非常强烈，因为那个牧者根本不认识他，因为那个牧者不是台湾人，叫他妈妈起来说神要医治你，我们都经验到了。那这个2年后妈妈过世，他们全教会说神要行什么？神迹奇事，神要行什么？复活的大能，是吧？感谢赞美主，开始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禁食祷告。3天过去，他妈妈有没有活起来？有没有复活？有没有复活？有。有信心？没有复活。这时候要做一个决定，要不要葬？大热天了，3天，要相信哪一个？要相信哪一个？我真真实实领受到，那时候我的妈妈被叫起来，神也确实医治了，这么真实。那为什么2年后我的妈妈走了？神，你是信实的神吗？我曾经唱过那首歌，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这首歌，我这么深的领会，何以我今天我不要葬？神要怎样？要医治他，神若不医治他，我就是不要葬。多么沉重啊！这个就是什么？滥用上帝的权威，因为奉主的名，你要让他起来。你们有没有听过这样的祷告？奉主的名，我们更愿意在祷告说：主啊，我不行；主啊，不是按照我的心意。主啊，若是这个时候，你要让我的妈妈回天家安息，我感谢你。我的妈妈至少已经2年医治了，甚至那个医治是什么？不是肉体的哦，那个医治是什么？永恒的。那个和好跟医治是完全的，是属天的。所以这2个青年，高中的青年，本来跌到谷里，后来被神大大的医治，他的心
反转，后来他们成为很好的这个癌症病人的那个怎么讲志工，他们去帮助很多人，他们在安宁病房那一段的时间跟神和好，他们在安宁病房那一段时间真正被神什么医治，不是肉体的医治，是什么？心灵，心跟他生命，在他生命册上有的神，所以好不好？我们不要滥称耶和华的名，我们真真实实的说：主啊，我到你的面前，我有这样的渴望，但是主更愿意按照你的心意，不是按照我。如果这个男生不想看我一眼，请主，好难祷告下去真的很痛苦啊！有时候爱到一个地步啊，但是只有神可以转变我们的眼光，好不好？我们神给我们的福音是大有能力，特别是他赐给我们有一个跟他沟通的管道，就是透过祷告，甚至给我们那个手册，有没有？那个手册在哪里？我的心里只有你，主啊，没有他，是吧？我要以主你要的方式来敬拜，这敬拜可能是什么？昨天我们在灵主祷告才学的，这敬拜不只是赞美而已，这敬拜可能是我的个人意志。我明明喜欢 A， 但是主你的心意说叫我嫁给 C， 那个 C 就叫做陈忠贤，结果嫁给他，这是真实的。结果我嫁了这个绩优股，这感谢神啊！如果没有拉到25年，我怎么知道？是吧？所以神啊，我要把我自己意志敬拜献给你，我不能饶恕谁，主啊，我用饶恕来敬拜你，可以吗？这就是敬拜啊！我用我想要的，主啊，我就是只能读北一女，别的女都不行啊。建中不行。那神说，孩子成功也不错，孩子复兴也不错，以后我家的儿子陈义安可以来做见证。神很奇妙，神说最好的不见得适合你，那也叫悲哀。下面那句更惨，最坏的也不见得不适合你。主啊，我愿意说，主啊，我愿意合神心意，好吗？主，你给我的就是最好，我有这样的信心。第一件，以你为主，我信靠你，你信得过，就是第一件吧。第二，我要献上我自己，我不看那些，我不以那些为偶像的，我不以人家看我，我以神你的眼光来看我。第三，我不怎样。我不滥称耶和华的名的意思是我言行举止都是要合神心意，所以传道要说，以后火车来的时候，传道绝对不要抢。我现在常常搭火车到台北，以前都用抢的，火车来的时候赶快卡位，哪个位置门对准。结果有一次门，我讲过吗？哇，好快，赶快对准，终于哇，正好第一个位置，好高兴哦。然后那个玻璃的是看得到后面那个有反射的，好清楚哦。我的后面就是高洁高宇跟四方老师。主啊，求你怜悯我，我就是滥称耶和华的名，因为我的言行举止这样，没有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以从那一次以后，传道都满是抢号车票，不要抢了啊！好。所以，我们智慧的人生，记住哦，传道会抽考好不好？我们要跟智慧有约。好，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是主你的恩典，你明明告诉我们，敬畏你，这是我们救命的方法。主啊，敬畏你是我们你所赐给我们智慧的开端。谢谢你赐给我们的人生如此的丰盛。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一起在主名里面敬拜，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谢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